今次我哋嘅宣誓裏面咧，可能喺立法會歷史以嚟咧係最早嘅，喺1月1號俾我哋立法會員咧係即時可以就職。咁呢個都體現咗咧，而家咧就係我哋講，我哋好多嘅工作裏面咧要馬不停步。喺未來裏面咧，會聚焦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裏面，推動產業、教育、人才相適應嘅一個嘅培訓嘅制度，令到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咧有更好嘅就業機會。第3次宣誓啦，今次都係最緊張，可能係以前未有彩排，有彩排你就要特別嚴謹。15規劃咧講到港澳講到香港嘅嗰一段咧，再發揮好我哋創科嗰度咧，我覺得係需要下苦功去落實好，無論促進產業啦，以至係制定政策。真係好興奮，但係亦都係感覺係好任重道遠嘅。咁啱亦都係嚟緊1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咁所以我覺得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啦，或者使命啦，點樣可以協助香港去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啦。心情係非常之感動啦，亦都係感恩，亦都係責任重大。我希望咧，我會以就提升法治嘅基礎同埋營商環境為我嘅己任。咁我會結合法政產商學聯同各界嘅力量咧，去用15呢個核心動能為大家創造更好嘅商機，更好嘅生活。